沿海地区有一群人正积极咧推广着艺术，其中就回乡的青年靠着家己的力量来开办着音乐、舞蹈甲写这个毛笔字的课程，希望会当来缩小着城乡的落差。 沿海地区因为艺术教育资源无够，真侪人若想要学才艺，拢爱走去真远的大乡镇。为了改变这个情形，有一群人开始为艺文推索来做出行动。因为在管乐当中来讲，萨克斯风是比较好入门的。刚好我们家有场地，请个老师来这边教导我爸。蔡秀辉老师伫咧北港推广国漂舞已经有真久的时间。今年伊发现到县内选手无够，开始伫咧四湖北寮所在来开设免费的儿童拉丁舞的课。有没有机会我在云林也培养出我的在地、我的故乡的学生，能够代表台湾去参赛呢？这是我的愿望。未来图书馆嘛透过推广读册方式来开设免费画艺。随时代演变，大家对才艺拢真有兴趣，伊嘛希望会当靠因的力量，互住伫咧真庄海民众嘛会当学着才艺。 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